雨水流啊流，近来近雾无清潮，建筑太后改之后，当作没事发生过，风叶流啊流，才怂恿一边飞，天色。都是袂匆匆意，雨水流啊流，流啊流，流啊流，淋漓嘅光亮太高，想象嘅蜜蜂，遍地浪漫高跳，风叶流啊流，流啊流，流啊流，牵你飞去色的勇气。雨水流啊流，无邪的血脉流啊流，倒带的味道嘛给流，停不流无心跳。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妙天。今日大家聽到呢條歌曲，是喺2019年客家流行音樂節的創作組得到第2名嘅作品咯。你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了創作者和個編劇嘅先生喺節目當中。首先來分享你嘅咧創作者，咪係客家新聲台創作歌手邱義慈，分享義慈。大家好，我係邱義慈，今日我真歡喜來到福氣來了，來幫大家分享我嘅創作。分享，接下來分享一首歌曲嘅編曲先生嚇，佢平常時咪在做音樂個，來分享邵美帆先生。大家好，我係美帆。哇，美帆先生㗎彈琴嘅時節嚇，然後唔講快時冇聽哦，講快時節就安尼當溫柔，唔過彈琴嘅時節有一種有 rock 的感覺，有一分開嘅感覺嚇。當中一首歌曲嚇，再次恭喜兩位嚇，一條歌曲得到第2名。哦，謝謝。係啊，也係有冇強嘅感覺，因為一直從開始創作客家歌，應該係從開始比賽開始唱嘛。兩年了。2年呢？啊，比賽開始唱，應該是從畢業的時候開始唱的，然後到現在這樣。係啊，哈，給亞伯得到第2名，咪係一個動態嘅肯定，是嗎？第二名。哦，第1名，對，也是一個很大的肯定。對，蠻開心的，就是沒有想過會再得獎一次這樣子。哦，對，意思就係講吼，之前就得名咧，亞伯又得獎咧哈。而且亞伯家下2-3年帶來一條歌曲哈，這首歌其實佢哋講嘅內容哈。不只是講，如同這個歌名叫《地下河》，但像係講要活八歲聽聽，它其實在講很多環境啊，跟我們嘅血緣啊，跟我們生長的土地都有關係，對不對？因為那個時候是回家的時候看到了一則新聞，然後是在講一些河水污染的問題，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哇，很像它是在我的家鄉的感覺，但是
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时间去没有机会去注意过它是这么被污染的，所以就觉得那时就想要写一首这样子的歌曲，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正视河水污染的问题，然后其实也借由这首歌曲，我也想要把它比拟成像是我们人类的血液一样，就是。因为河水，你听河水就不会有什么感觉嘛，但是把它带到人类的皮肤、血液，就会觉得说，它好像就是我自己的感觉一样。对，其实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哈。啉的水啊，吃的的呀，我们脚踏的土地都是直接跟我们有接触的。没经验哈，要不要用嗓音给冲走哈？当初你会这样子创作，但怎么会找到美凡同舟编曲呢？当这一首歌听说是将他的整个雏形都整个定案了。原本是我自己一把吉他就是弹，然后可是又觉得好像不是我想要的样子，然后就很希望可以找，就是美凡他吉他很厉害，所以就想说。那可不可以来帮我编曲一下？就是把它编的成为我想要的样子，因为原本的感觉比较跳舞的感觉，跟现在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对，然后就他经过他的巧手之后，就是这首歌有变得比较像我内心中想要表达的样子。样啊，除了唱高米反了，原本看他一个人一把吉他，很干净的感觉，比较民谣。好，懂就跳舞是 country 的感觉。没有，那时候的感觉是比较像那种马戏团，对，就是对一样，对一样也是三拍，大可就变成是有点欢乐，可是很想要表达那种比较讽刺的感觉，可是又觉得比较戏谑一点的口感，对，可是又有点太欢乐的感觉，不太像那个地下河的那种的颜色的感觉，我自己觉得，对，所以就是。那时候听到这首歌跟看完歌词之后，然后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变化，这样。我说，其实你这个6三年你们会认识，听说之前也是有个乐团才造就这段缘分，对，是一个孽缘，没有啦，开玩笑的。这乐团那么惨？没有，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也不认识大家，然后是因为透过我的那个团的贝斯手，我们就是以前就在同一个学校，然后他就是说，他有一个乐团在找主唱，然后我就去甄选了，然后就被加入了这样子，然后就认识了就是这个乐团的人，然后我们也一起玩音乐，玩了两年多吧，对，蛮久了。所以这样讲起来，你们算是同一个大学里面的同学，黑毛？不是，就是朋友的朋友，对，蛮远的，很远。对，所以缘分真的很奇妙。鼓手出来的音色哈，跟米凡，你在当初听到这首歌，你希望把它变成的雏形，你经过跟他讨论，为什么他觉得 OK？ 怎么说服他？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太多说什么，其实就是直接换了一个弹法，你就把它换掉就对了，就整个就换掉，然后就直接说，我这样弹，然后你这样子就唱，然后你去听一下这样的一个画面跟音色的感觉有没有搭在一起，就让他自己去听，对吧？因为有时候用言语有时候很难去表达那个音乐带出来的感觉，那就直接下去试。而且会来的比较亲身体验一些，对吧？所以那时候就是我自己那时候起说那时候的过程中也没有多说太多什么，就是马上就是调完，然后就直接下去试。他听到觉得这好像还可以，然后就是 OK， 那我就回去再自己去把这个雏形再把它变得更完整一点。对，过程中是这个样子。所以跟他米凡先生有共同一个董聪业，就是音乐它其实有时候不需要太多语言，去感受，你需要亲身的去感受，是你的心会被撼动，像心与心的连接这样交流这样。没错。其实平时就得搞学生你有在教学生，你就说。让我们来心与心的连接，可能第一堂课他们会有点搞不太懂这样，可能后面一点，因为刚开始一定都会比较基础一点嘛。那可是比如说，如果他们在创作的话，或是他们在想要他们有自己的作品，那我就会比较就是在创作里面你要去
去感受你自己在说些什么跟表达这样子。对。哎呀，其实唱歌写歌就像我们在把话说出来，把它变成一个蛮具体的东西，让人家可以直接听得到哈。今日睇下糖豆耶稣歌曲，还得到听一秒的作品听下好哈。其实哈差一些的可能睇下就糖豆，为什么呢？其实在这首歌曲要比赛之前，差一点点上不了台，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新的事情呢？我们那个时候是开车下去，然后从台北下桃园，然后就是遇到了那个路况有一点问题啊，然后我们又比较晚一点点出发，所以就是又懂车差吗？对，非常的惨。我们在车上一直大叫，就是完蛋了，完蛋了，我们不用去比赛了，完了。然后因为真的太塞了，就一直到就是已经就是那个报到时间已经快要过了这样，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完蛋了，就是我们可能去不了现场，就我的手机就响起来，就说那个一直你有要来现场比赛吗？我说有，我还在路上，但是因为还好是比赛的报到时间跟比赛时间是拉蛮长的，就是还有时间可以赶上这样。对，有，还有我们有看到那个决赛的画面，所以这样子有一个震撼教育之后，上台应该就不紧张了，反正终于有机会，应该好好表现，对吗？很一样的哦，真的哦，不然就跟12万擦身而过，啊，懂大嫂的冇？等下做来呢，演技小堂用你欣赏来分享佢哋嘅音樂之路，佢哋嘅心路歷程哦。大家轉到呼起來咧 ，Rita 今半日呢同大家喺節目當中分享到係休怡詞咧係客家新生台嘅創作歌手，韓國呢佢嘅好搭檔音樂夥伴哦，小米范先生，佢兩曬係合作喺禮拜嘅討論客家嘅流行音樂節拿到創作組嘅第2名哦，再次來分享兩位分享。刚刚头前讲到，其实，在创作的路上呢，应该是有蛮多的激荡跟火花的哈。透过这一首歌，算是2个人正式在创作上的合作嘛？不算是因为其实我们以前没有合作蛮多次的。哦，对，这一首歌是第一次拿到这么多奖金的是吗？算是。其實講一下哈，因為以此從大學開始從客家歌就開始來寫客家歌嘛，哈。嗰當時有冇有安尼嘅想法？那个时候是因为要做毕业制作，然后我们就起了一个主题，就是客家音乐文化的这个主题，就想要把应该说我们的组员都是客家人，可是我们不太会客家话，也不太懂这个文化是在干嘛这样。那我们就是想说，透过毕业制作的这个过程，然后去了解，然后也。因为我自己喜欢音乐，所以我就把它写成就是歌曲，就是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又没有去访问很多老师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做唢呐的老师，或者是乐师们这样子，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这个文化很有趣，才把它写成歌曲这样子。哦，按你一路喊过来哈，所以一直到现在都可以坚持的原因，黑马给。因为我自己是客家人，然后我觉得很可惜是我从小没有什么机会去特别接触到这个文化，那可能也会听就是爸爸讲，可是不太听得懂，就可能听得懂，可是不会去跟他聊天，因为他都只会跟可能长辈聊啊，小朋友就不太会知道这样。哦，对，当初以为长辈会这样子哈，请打手，不过也很可以是从客家歌。反而是把客语再念转来，是吗？对，就是再学回来。那你怎么克服？而下歌，因为下客家嘅，然后下其他嘅语言，每个语言都有它的声韵，对，高级嘅用词冇共用嘛，哈，你怎么去克服？克服很久，因为我其实都是用国语思考，一开始就是。都是想说，我想要写什么内容，先用国语写下来，然后再去问会客语的朋友，那请他就是帮我看一下这个词有没有客语，因为很多
中文字是没有客语的念法，或者是没有客语字的，那他可能就会说，那你要不要换一个方式去表达你想表达的？然后还有一些韵脚的东西，可能也就是会请老师或者是请朋友帮我看一下这样。然后所以我写歌的过程会很长久，一直在把那个歌词修改，然后再录曲。通常都是我要学会念跟学会唱才开始。就是编曲这样子，所以花蛮久的时间。还有这是必经之路啦吼。不过伊面安尼，唔给客家话就会讲到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感觉，真的。对对对。哎呀，安尼编曲的时间，当像用两首歌曲当做一个理的会，像美凡欣赏在编曲的时间，他在唱的时候，你本身弹的什么？你听得懂吗？当然在听的时候绝对听不懂。对啊，可是他都会每一次在开始编曲的时候，他都会把歌词啊，跟他写这首歌的，就是意境啊，跟他要表达什么，就是把它给，就是先跟我先讨论一次，对，才开始，也让我比较能够进入到那个，就是他这首歌里面在表达的东西，对，所以还好，虽然说过程中还是完全都听不懂，就在旁边就是好，就把那个弹好这样子。对，那可是他会先跟我沟通这件事。你应该就想会强调，因为欣赏平常时在编曲，你在编曲一定会做不同的音乐，对，包括您也在做电影啊一些配乐。你这个弹安那个音乐哈，客家音乐跟其他的音乐，让你觉得很大不同的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迪奈。好，因为开始就是会接触到很多的华语流行，然后。其实之前也有跟一些的原住民就是有做合作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客家音就是在听客家音乐，跟因为他的那个毕业制作的那个主题的关系，然后我也去听了就因此也接触到很多在创作客家音乐的那个音乐人，我觉得就有一种很淳朴的感觉，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像就是这样在讲话一样，很像美国的那种乡村乐，就他们就是几个他们自己的一些民俗的乐器啊，那客家音乐也会有像是唢呐啊，然后等等之类的比较民族一点的乐器加在音乐的里面，那这样音乐听起来就是跟那个乡村本土的这个音乐又很连在一起，那这是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台湾文化。感觉就可以这样子就被去发扬出来，这样对吧？我觉得美国有乡村，有很多其他的他们特别的乐器，那为什么就是客家音乐，就是台湾的这里不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本土的乐器加在音乐里面去创作跟演奏，而且也把那个很真挚的那个情感、很淳朴的那个感觉给表现出来，这是我很喜欢客家音乐的一个。原因这样子，对。这客家有没有一个特色，就是很多东西是真的很平时、很在地，应该按你讲懂猜题，然后真的是我们表达蛮多我们内心的。各如青岛董琼亚苏狗 Q 是蛮多社会的观察在里面的。好，就唔单枪就会讲啊，我给你心情好，我今天好像开心而已，还是怎么样？不是那么多，只是好像情感啊，好像爱情啊，这么单纯而已。董琼青岛会下，董琼亚苏狗 Q， 好像跟我们的家乡土地更多的连结。无论黑头白都见都会安呢，所以美凡老师继续弹客家歌，帮我们再听听有客家跟很多不同的。嘿呀，董琼亚苏狗 Q 的创作哈，一次都你都想法被背景给连接哦，像一次你自己知道，在你创作的时候。因为你写歌曲像个落伍啦，个天下好啦，真跟人个家乡亲太关系。可是你却说从小没买机会接触客家，是吗？对，就是也是因为没有机会，所以长大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想要去接触，说客家音乐到底长相是什么样子？那一直在摸索当中，但也是写《地下河》其实是对，就是比较是社会观察，因为我自己很会去，应该说我喜欢去观察一些社会的一些现象，或者是一些议题，因为我觉得它是重要的。那我也希望说，是不是可以用我的应该算是我的母语，然后来去跟大家说，就是
这个环境议题是很重要的。然后甚至像前一首歌的老屋也是，就是它就像是一个老人家一样，他一直伫立在那边，然后等着我们年轻人回去。就是它虽然它是一个屋子，但是也许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自己的爷爷奶奶，他是不是一直都渴望着我们去关心他，或者去跟他聊聊天？对，就是是我们这个年纪比较少会去在意到的，对对对。因为你刚刚按你讲，我就突然觉得明明董黑上就开始有老灵魂飘出来，老灵，就是董昌吉刚刚讲的呀，他说现在年轻人可能唔会懂因为按你想到，尤其你说小时候生长，有没有对不对？多，我自己也不会啊，我自己也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会让你现在感觉还蛮有客家魂的？按你跟刚刚讲，为什么你一直强调说，哎，我还讲你？因为其实呀，青董人工大破工一听来黑马给你，也有不见得是客家，可他非常热爱客家的各方面的文化活动哈。有一个你自家身为客家人，你从小就冇按你从头到尾有接触，每一年除了你毕业制作，什么让那个点是好像激发出你一定来投入客家？应该是其实算是在过程当中，认识到这个文化，然后也其实是听到很多前辈。应该算是也是音乐人，然后是前辈的歌曲，像声响啊，或者是像子轩的创作，其实我觉得是在他们的身上当中去认识客家文化的，所以应该算是听他们的音乐让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也很希望我自己可以去，虽然我没有办法像他们这么厉害，就是很认识这个语言，然后很知道这个文化在干嘛，但是我很希望可以透过我去认识的过程当中去去学习我自己的文化。那我觉得是有点像是寻根的感觉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哪里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客家我知道说哦，我有这个血缘，可是我却不知道我是这个血缘到底是他有什么样子的背景，我会觉得这很可惜啊，因为我自己明明就从那里来的，但是我却从来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那我会想投入的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去认识，就是也希望说，因为我认识了，我觉得很棒，那我也希望透过我自己的创作，让更多人去发现说，客家音乐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古板、很传统，它其实可以很具有新意的，对。所以你讲起来哈，一下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客家音乐的创作了，对吗？最近是很比较认真在学习客语当中。对，是哈，赶快拉着美凡老师一起来学习，因为给谈公休的时间，可能会有一种新的一种意境。当然，对于你也哈，某音色的时间，你单纯听音乐，它的旋律啊，它的乐器的编制，有一个感觉。但是当你深入去了解这个语汇的时候，可能又是不一样的感受，对不对？是，一定是会的。好，你用的好客家话，我吗？我其实是听歌学习。懂吼。对，就是主要都是听前辈的歌曲，然后可能去觉得。很好听哎，让我去认识一下他到底在讲什么这样。那因为其实我原本也不是很会听，就是听多了比较知道老师们在讲什么或在唱什么。那可能也自己会去稍微查一下，就是内容是什么。那也前阵子是有去找客语老师去学习，可是因为时间也短的，所以而且就没有环境啊，没有。继续加油。对。继续加油，就会有那个语感了哈。嘿呀，好，等一下呢，节目转来继续来谈两位分享哈，同音乐啊，佢哋嘅想法啊，到底还有哪啲想去做嘅事情呢？大家轉到呼起來嚟，大家係咩？喺上下深嘅了解，而此啦，米飯先生，佢哋用啥回來音樂當然嚟到嘅計劃呢？喺先來請教意思啊，以前一下呢，出題發表嘅音樂，其實係有青島嘅音樂，盲本大家有談到係嘛？目前
目前其实我不只写客家歌，就是还有一些中文的歌曲，也是一直都有在创作当中。但是目前就是还在修改，然后一直在修改这样子，所以还没有跟大家发表。那也很希望就是现在可以，因为我目前也开始好好的想说学习一下后制音乐后制啊，可能自己录音的这方面的东西。那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学习，把我的作品弄得更完整一点，这样。所以你也老几好了。对，但是他太忙了，所以我也很希望可以就是像他一样厉害这样子。对啊，还是学习中。有唐共提供，某一张平台，他要弄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一起学习，是我们可以 join 你吗？美凡老师。好，所以他这样也在一个雏形的阶段了。那我自己就作为那个平台的主要的一个概念是这样，就是因为觉得现在音乐蛮多，就是尤其是在台湾人的这种一个文化里面，蛮多会有像是音乐比较会像是在比较，或是音乐会比较会觉得自己一定要弹的怎么样，或是唱的怎么样，我才敢出来，就是像表演啊，或者是把自己的作品给唱出来。可是我觉得就会心与心，就想要回到本来音乐本身这样的一个，像是他们就是像客家音乐，他们在过程中就是他们就这样好像在聊天，然后就是可能他们就吃个零食，然后喝个小酒，然后音乐就这样出来了，他们可能就随便哼个几句，所以就是让我回到本来音乐这样的那么的一个简单的关系，所以我自己会想要透过就是可能一些互动游戏。它可能不需要一个真正的乐器，你可能用嘴巴，或是随便一个锅碗瓢盆，然后就是你们像那个小孩子们敲敲打打这样，然后就是当音乐就可以出来了。它其实就像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我们客群就是也就想说也没有限制，也比较希望是比较可能国小啊、国中，然后或是比较大可能在高中这样，在音乐里面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很自然的玩音乐，然后跟不需要太多的技巧，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我不行或是怎么样，而是透过音乐来去找回自信跟找到表达的一个方式，这样子，这是我们平台的一个初衷。哇，懂体态哦，意思就是说，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你现在的状态，就可以好好的来玩音乐了，开心，就可以开心的玩音乐哈。更多做音乐也件事情，做音乐这件事情，刚刚老师讲到很开心，懂欢喜，然后另外一面也是很严肃，因为它有很专业的部分，对，甚至可能青董你们知道讲做所谓艺术类的东西，艺术的鉴赏跟比较，它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不过几美老人的想法却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或者是跟我们是不是能够自立门户，好能够生活下去、生存下去有其他的关系。给以此你要哈佛卡你对你做音乐有没有想法吗？他们比较会是觉得我好像还是在玩的阶段，就是因为我自己学习的东西的专业本来就不是音乐类型，就是我可能是我高中跟大学念的又不太一样，那大学之后就都是在做设计，就是很平面设计类的，所以可能有时候会跟他们说，我去哪里比赛喽之类的，或者是我有什么演出，他们会觉得就是哇，你社团玩得很开心，就是一直到毕业还在玩哦那种感觉，对，但是他们也蛮开心的是，就是我怎么会开始去学习客家？他们很讶异这件事情，对，就是因为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会去接触这个文化，然后是跟自己的族群有这么大的关系，这样，那他们也觉得说，我自己开心，我做音乐做得蛮开心的，他们也就开心，也没有特别的，觉得我不能这样子，或者是我应该要好好认真的去哪里干嘛之类的，就是不太会有这种限制，那也蛮支持的啦，其实。应该懂后呢，就是没有限制让你去发挥。嘿呀，就像刚米凡先生，就是除了你好像蛮斜杠，你是斜杠嘛，对不对？一方面你就走音乐，你是很专业的教编曲的老师。对。郭伟，你也是咖啡师，就是餐饮类的这样的部分，然后就是因为就是可能喜欢吃喜欢喝，然后就去一个。就也算是朋友开的一间咖啡厅，然后就在里面就是做这样，边做边学，然后就开始
就做给其他人喝这样。哦，对，跟你自己做音乐就从一词讲也好，家人可能觉得他在玩音乐，可是音乐本来就是要越玩才越好玩哦。跟你自己吃的，像刚刚讲到开心玩音乐这件事，如何打破大家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不稳定的行业，对，你用来打破大家这样的迷思呢？打破的话，我觉得打破就是过程中就是不断的去，你要下去做，对，其实你就只能证明，你得要证明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透过努力也好，或是透过各样的可能会需要一些成绩吧，对吧？因为毕竟我觉得每个父母都还是希望小孩子是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未来，可以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家庭这样子。对，我觉得他们所要的也就是未来他们所要最希望看到孩子的就是这样健健康康的长大。对，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玩音乐其实的确真的在这个宣传上面，它会有很多的不安定的因素。可是我觉得就是保持我们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玩音乐，即便未来可能会有很多要去学习的新的东西，可是，在当初的那一个，比如说你可能寻根也好，或者是等等的，对吧？当你抓住这东西，我相信，过程中一定都会慢慢的去解决的，因为你会想去做嘛，那你就会想去突破，对吧？那我觉得父母在过程中看到你一步一步的去成长跟突破，他一方面我觉得一定会慢慢的过程中去安心下来，他也会在过程中也会为你，就是我觉得会感到骄傲啦。哇，对啊，所以刚刚那段话也是很像送给他，所以您家人也是非常支持。我家人，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可以是高哎，我就没有去那个大学了，我就出来就自己创业了。也没有说那时候当吉他老师，对，那音乐平台是我最近的一个想法，对，那我是因为这个想法，所以就是把吉他老师的这个，就是因为本来是在一个教室嘛，然后后来就把它辞掉，对，因为会想要更多的时间去思想，对吧？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父母他都一直保持着，因为他其实这过程中就不断一直看我，当然前面我也有点糜烂的生活，看你到底在做什么，都在做嘛？对，他干嘛在外面，就是我也看不到你这样子，对啊，然后偶尔可能回来一下这样，啊，可是后来就是不断的需要不断的给成绩，证明自己在过程中的。就是有做了哪些事情，对吧？要让父母知道，让父母也可以比较，我自己的爸妈可以过程中慢慢的比较能慢慢放手，这样，对吧？过程中前面当然父母都还是会担心啦，对。像青岛爸爸妈妈有爱那个心情啦，不过就是跟他讲的哈，你就是努力去试试看，一定走的。而且其实一直也算蛮多人是很喜欢你，很肯定，很赏识。董秋，你嘅好朋友黄子轩先生之前，佢咩係你嘅音樂行嘅一個親好嘅朋友啦，也算是有點像是前輩這樣子哈，佢幫你青島嘅建議，係嗎？他會給我一些可能在創作上的建議，或者是心態上的建議。對，我們可能沒有說真的很聊到說，哎，音樂該怎麼做，不太會去這樣子去聊天。我們比較常會一起討論說，哎，想有什麼東西可以一起去發想啊，或者是我們做音樂的心態是，就是可能想要留下點什麼，而不是就只是開心而已。可能也會希望是自己能帶給這個自己的這個文化點什麼幫助，然後也讓更多人去看到。這是我覺得我們兩個都蠻像的地方。就是我聽子軒的創作，我也會覺得說，哇，他真的很客家，就是他整個人就是就因為他生活在那他就是從小就很會講客語嘛什麼的，所以會覺得。我很喜歡他的音樂，是因為他就好像就是生活在那個環境裡面，所以他唱出來的東西就是那個味道的。那我也去思考說，可是我可能不是有這樣子的環境，那我的音樂是怎麼樣子的？那我如果是由我的角度去認識
这个文化的话，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去说？就是这个是我们会一起互相讨论。当然，他也会一直给我建议说，哎，要好好的学客语哦，对，客语不太好哦，要好好的就是去矫正一下自己的就是发音什么的。对对对，嘿啊，每一个人做出来的东西听众无穷哦，每一个人的做出来音乐一定不一样，因为那就代表我们自己嘛。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懂特别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今日非常欢喜，也请到依次让米饭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再一次恭喜两位，也期待两个人可以有新的合作。创造出无穷用嘅火花，本大家来欣赏好听嘅歌曲哦，安子生，安子生，今日同欢喜哈，本大家喺節目當中聽到有關音樂，因為越教越好教呢，我相信今日大家無論聽歌曲啊，聽現場嘅分享，都有輕度嘅收穫哈。咁感謝大家嘅收看，等下邀請大家繼續聽聽現場來做運動了，張來了。